东北云歌戏团的光华之君今年有入围团嘅金曲奖6个奖项，伫这个拜六礼拜特别甲高雄市国乐团合作，要伫咧画舞营歌剧院演出，带观众朋友先来去先看先赢。邓美云扮演的光华君、风流演导甲袂少女主，拢有感情牵连。光华之君这出戏改编日本古典文学原始物语，描写作家丁夫人甲伊的爱人啊，佮有伊写的小说主角光华君的爱情故事。现实佮册中的虚幻小替换，规出戏不管是音乐、舞台，拢跳脱传统的歌戏。我演出到最后一场的时候，我跟雨婷2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。哎，对。就是我想，我们为剧中人所感动，而且也感动于剧中人他对于人生有重新不同的选择。要安怎甲原文有100万字的文学改编成做150分钟的歌剧，考验编剧甲导演，而且扮演丁夫人的黄武玲，原本是京剧演员。伊讲用台语唱歌戏是上大的挑战。他们都尽量跟我讲台语，然后我们在排练场上啊，就是只要一听到就是如果我咬字方面没有做到位，大家都会提醒我。光华之君今年入围团结金曲奖6项大奖，正前因为疫情暂停演出。这摆伫画舞营嘛是解封过后头一摆巡演，拜六甲礼拜2天的票拢已经卖了啊。记者陈雅云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